人工智能与物理息息相关，各行各业对物理学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长。AI 的运作是需要物理学人才去研究原理及制定有效流程，他们也会收集最准确的数据，让 AI 系统做出有效运算，从而制定最合适的解决方案，广泛运用到我们生活不同层面之中。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物理学系2022年推出物理学理学士副主修人工智能及数据分析 AIDA 4年制课程，专为对物理和人工智能感兴趣的学生量身定制，对应人工智能大趋势，为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提供竞争优势。我是这个课程的第1届学生，我选择来香港理工大学就读，就是因为这里有最先进的教学资源和研究设备，能更快、更容易地学习到知識。我這些年得到了很多去外地交流以及到不同企業實習的機會，收穫真的很多。我哋而家嘅產品咧，大部分都係需要軟硬件嘅，所以係好需要一啲有物理根底嘅人，用物理公式配合 AI， 設計出更優化嘅產品。我相信未來嘅科技產品趨勢咧，都一樣好需要呢一類型嘅人才。如果佢有 AI 同數據分析嘅相關知識，同時又有物理嘅學識，係好適合投身 IT 界，甚至有更闊嘅出路添。而喺工業 4.0 底下，有 AI 同 Physics 嘅知識區備，佢哋嘅發揮會更加在行。PolyU Applied Physics 和 AIDA 物理根基，創智未來。